我现在向你正式引咎辞职，对不起。原来这一切都是……沈董，沈董，你怎么了，沈董？沈董，叫车，叫救护车，去呀！快打电话，打电话！这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陆小娟的儿子。爸。喂，妈。康琪，你爸爸突发心脏病，正送往医院呢，你赶快过来。什么？进医院了？出来！不能进，别人是在抢救。你可千万不会有事儿啊！妈，你别这样，你要再病倒了，爸真的会更难受的。你爸爸出门之前好好的，怎么会突发心脏病呢？而且他还说会当副会长回来呢。爸怎么了？康姐，你别冲动，咱爸正在里面接受治疗，我们要坚强。公司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都知道了。公司现在谁在坐镇？陆向北吗？陆向北今天根本不在公司啊！不在公司。爸不会有事吧？我要进去看看。康琪，你冷静些，咱爸入院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。这个时候公司不能没有人主持大局。你先回去，这儿有我和你姐。我担心我爸。越是这个时候，不要以公司为重。你什么居心？你爸爸现在躺在医院里，你要赶康琪走，华彩轮不着你指手画脚。妈，你不要怪姐夫了，姐夫也是为公司好。华彩是沈家的，就算公司倒闭了，也轮不着外人说话。华彩集团董事长沈梦德先生突发心脏病，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。原定于今日进行的副会长选举不得不中断。我们刚刚从医院得到的消息，沈梦德先生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。华彩集团股票大跌，据分析人士指出，华彩集团有可能大幅缩水。新世财经带来的报道。喂，康琪，你家是不是出事了？伯父是不是住院了？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哦，我刚刚看到新闻，所以就给你打电话了。谢谢。康琪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陆向北真的没有什么。你不要提他的名字了。你先冷静一点啊。我怎么冷静啊？我爸现在躺在医院，公司上下一团糟。从昨天晚上我工作到现在，我连觉都没睡过。康琪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小文啊，又跟沈康琪吵架了呀？也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，他老是挂我电话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吵架可是分手的前兆，你还是把那少爷给哄开心了。他爸爸住院了。真的啊？那我劝你，身为女朋友，你还是做点什么吧，好好关心关心人家。所以我觉得明天早上我应该去医院看看他爸去。好是好了，哎，不过，哎呀，不过你万一遇到那势利眼的老妈，你就找倒霉了。忙我了。目前沈梦德先生还没有脱离危险。沈梦德，这仅仅是个开始，你的噩梦还在后头呢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外公。啊，新闻我都看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可华彩的根基很深，你这招啊，只伤了沈梦德的皮毛。我知道。我们报仇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他倾家荡产。
啊，对了，完美那边进行的怎么样啊？外公，我会让童知青相信我的。我知道，你做事情一向是滴水不漏。可你别忘了，我们需要同盟，我们陆家更需要。外公，你的意思是？我要你和英英复合，这件事你做的怎么样了？这个，如果你能和英英结合，我就能说服他的父亲，让他背叛沈孟德。到时候我们来个釜底抽薪，那沈孟德的好日子那就到头了。外公，别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，但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你要记住，你这是在为你妈妈报仇。医生，病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你们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，要让他好好休息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进去看他吗？可以的。爸，孟德，爸，爸，孟德，你怎么了？你吓死我们了！妈，你别这样，爸都已经醒了，你别再让他担心了。好，子霞，哎，你来。爸，子霞，这个时候能救华彩的，也只有你了。孟德，你说什么？康琪还很年轻，我这个时候能依靠的，也只有你了。爸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华彩倒下的。陆向北的阴谋不会得逞。好，姐夫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会是陆向北？康琪，咱们华彩物流部的那些照片是怎么流出去的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切都是陆向北搞的鬼？陆向北，陆向北是什么人？跟我们沈家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他为什么要针对我们沈家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回来！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，不管华彩发生什么样的危机，都不要去找陆向北。你们答应我。答应我呀！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好，爸。没有董事长主持大局，这可怎么办？是的。各位，我是董事长新任命的执行总裁贺子祥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我是谁，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。眼下事情紧迫，我想诸位同心同德，帮华彩度过这次难关。我首先宣布一下人事任命问题：物流部的孙经理就地免职，由原来的赵副经理接任。至于销售总监和他的团队，这样，公关部，你马上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就说陆向北和他的团队为了给广大网民一个交代，集体引咎辞职。是。财务部，你马上统计一下这次5一促销要求退款的客户，并且和各个网上支付机构达成协议，承诺全额退款，不收任何手续费。这其中一切损失由我们华彩来承担。好的，贺总。物流部，马上分为2组，一组负责清点，一组负责运送，并且我们华彩也会从外面请一个专业的物流公司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也要把积压的货物迅速送到客户手中。大家各负其责，马上行动吧。散会。哎呀，太痛快了！哎呀，这个沈孟德终于倒下了啊！今天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人家沈孟德在医院里躺着呢，你庆祝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替您高兴呢吗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高兴了？哥，沈孟德一直抢您的风头，现在终于倒了，这不是您一直期待的吗？我是希望他倒台，但我没想要他的命。生意归生意，一想到他躺在医院里，我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。无毒不丈夫可是您说的。你怎么只记这句话？我还说过量小非君子呢。
啊，对了，我让你查陆向北的底细，你查的怎么样？哦，资料上显示他叫杨某。杨某，没有其他人吗？其他的就再也查不到什么了。看来这个陆向北还真是藏得挺深的。沈孟德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可是华彩的根基比我们想象的要深。要想扳倒这棵大树，我们还真需要像陆向北这样的人才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得小心为妙。常言说得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是。行，到了嘴边的酒也不能浪费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沈孟德先生住哪个房间？对不起，沈先生现在不方便探视，你下午再来吧。那不是童之行的女儿吗？真的是她。童小姐，童小姐，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华美集团是华彩最主要的竞争对手，请问你跟沈家的人交往，你爸爸会同意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想接受任何采访。对不起。童小姐，你就跟我们说几句吧。你爸爸跟沈孟德先生同时身为行业副会长，谁的票数会比较多一些？别拍了，别拍了。沈孟德先生住院跟你爸爸有关系吗？是啊，别拍了。对不起，别拍了。童小姐，你就说几句。你眼，你怎么来了？叔叔病了，我来看看他。妈，姓童的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同行是冤家，你跟康熙在一起是你处心积虑的吧？我没有。童之行跟我老公竞选副会长有年头了，你少来。我老公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你到这儿来就是看我老公热闹。保安，把他赶出去，把他们都赶出去。康琪，我就是看叔叔生病了，我来看看他。康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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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琪。沈孟德虽然躺在病床上，但他并不糊涂。在这个时候把公司交给贺子祥是明智的，而且贺子祥是个很棘手的人物。这次交到他手上，华彩算是保住了。我原本以为他会把公司交给沈康琪，看来我低估了他。
开口说话呀？爸，对不起。她是童志行的女儿，我一直瞒着您。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您都知道了？傻孩子，我和童志行斗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没见过他的女儿呢？不过没说过几句话，只是几年前在某些场合偶尔见过几次。这么说，您也反对我跟他在一起？如果你和他真心相爱，我为什么要反对呢？您真的不反对？但是您跟一念的爸爸，上一代人的恩怨和某些无理的干预，往往会造成下一代的悲剧。再说了，如果你和他的女儿结婚，也许我们两家会化干戈为玉帛。我还以为您会反对呢。我做事情瞻前顾后的，我不配做您的儿子。爸年轻的时候啊，有一段时间也是做什么事情都不如意，瞻前顾后的，很害怕，就跟你现在一样，不知所措。结果呢，做出了一些不可挽回的错事。我绝不能让你步我的后尘，去把他抢回来。可是他跟陆向北，就是因为那些杂志上所写的，啊，童云剑和陆向北本来是一对儿，你沈康琪仗势凌人，横刀夺爱，是这样的。当然不是了，这不就行了？既然如此，你还相信那些爆料的丑闻干什么呢？但是我亲眼看到他们，你去把他抢回来呀！康琪啊，拿出勇气，排除万难去把他抢回来，你这样才是沈孟德的儿子。爸，那我先走了。去。哎，妈，英英。英英啊，来看你爸爸的。啊，谢谢。妈，我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英英特意来看你爸爸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告诉我，不同意。妈，好了，你今天哪儿也不去，好好陪英英啊，走。你大可放心，这种地方没人会注意你的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够红？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人通常在生病的时候，只会关心自己，哪会有闲工夫关心别人呢？看来你病得不轻啊，是因为爱情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和童之行的女儿在交往。我跟她是大学同学，在一起3年了。原本以为我们可以好好的，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的，交往的人会分手，分手的人又会复合，爱情就是这么个变化无常。哎，对了。上次你把合同签给陆向北，我一直想私底下问你，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没意思，我还以为这个地方会有人能把我认出来，没想到没一个长眼睛。英英，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我劝你一句，还是好好的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。什么意思？实话告诉你吧。我跟我女朋友吵架，就是因为他们2个整晚都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洪一念和陆向北？
妮妮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没事啊。你不可能没事儿，你有什么事儿告诉梁妈。今天我去看康琪的爸爸了。啊？你又看见那个老妖妇妈妈啦？从小到大，我爸爸都没打过我，他今天却打我。什么？他居然敢打你呀！太不像话了！走，梁妈带你去跟他们评理去，太不像话了。梁妈别去了，我难过的不是这个。当时康琪也在旁边，可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真的觉得他好陌生啊。他这样子的。妮妮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两个人谈恋爱啊，他就跟蛋炒饭似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而且还要掌握好火候，勉强一点都会变味道的。爱情也是这样的，真的不能勉强，勉强了会变味道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如果是你的呀，他跑不掉；如果不是你的，求也求不来的。哦，明天是周末，我放你1天假，你去跟你男朋友好好谈谈，好吗？不用了，梁妈，我答应你每个周末都要去公寓的，我明天可以坚持。你真的没事儿？梁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冷静冷静就会没事的。好，听你这么说呀，我真的就放心了。谢谢梁妈。这抠鼻子。童董，窦先生，对你我已经刮目相看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完美集团的人，职务集团副总裁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谢谢。满意就好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加油吧，年轻人！
儿子，你说你能听见呀？你说呀，你说你能听见？我去拿鞭炮啊！我去给你放鞭炮。沈公子，你做什么？孩子的耳朵已经聋了，难道你还把他给烫伤吗？不，我儿子的耳朵不可能有残疾的，他应该是健健康康的。沈公子，你就接受这事实吧。孩子因为打针，他的耳朵已经听不到声音了。我儿子不应该是个聋子，我不要这样的儿子，我不要这样的儿子。这个钱你拿着吧。沈梦泽，我和宝宝找了你3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你跟我离婚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为了一时之气，我没有想到你现在已经有了新家，原来是我错了。小姐，我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，这话说得很好啊。可惜沈梦德，你不配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让我走。小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啊。你不要再解释了，沈梦德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以后我们永远都不要再见面，我也不会再带宝宝找你了。我们的缘分已尽。有人在这儿啊？又想进你妈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妈死在我面前的那一刻。我不但救不了她，甚至连她最后的那句话我都听不见。
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沈梦德，永远不会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你要过去完美。是啊。可外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。计划变了。变了。外公是要你暗地里把华彩弄得焦头烂额，然后你挺身而出收拾残局，最后再和沈梦德父子相认。我说了，计划变了，先对付童之行，再收拾沈梦德。什么时候变的？外公知道吗？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外公他不会反对。根本就是你对沈梦德心软了，下不了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去对他下手，你是去看他，因为他有心脏病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别胡说。我也希望我是胡说，就怕你自己是心软了，而且你不敢承认。我没有心软。外公，那个童一念和向北哥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放心，他和童之行的女儿没有任何关系。可是这些照片，茵茵，外公理解你的心情，稍安勿躁。那些八卦杂志上写的东西，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和向北约好了明天见面，我会让他给你解释清楚的。外公，我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我对向北哥怎样，您最清楚了。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对他那么好。虽然他提出了分手，但是我英英认定的男人是一辈子不可能放手的。您一定要帮我啊！你放心，外公今天就是要给你吃颗定心丸。陆向北他如果不娶你，我绝饶不过他。可是那个童一念，那个女人绝不会构成威胁的，而且向北绝不会和姓童的女人有任何的瓜葛。外公，您怎么这么肯定？不必问太多，你相信外公就行了。嗯，好。
你自己看看，为了这个统一念，我们沈家已经成为别人的笑柄了。这八卦杂志怎么可以乱写啊？什么败家子、富二代啊？康琪，怎么回事啊？姐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康琪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那种乱七八糟的女孩你不要惹。你看看杂志把你写成什么了，一点尊严都没有了。我们沈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烦不烦？我看啊，这童一念就是个扫把星。一念她是个好女孩，可是她是童之行的女儿。童之行的女儿又怎么了？她跟她爸不一样。你才跟他爸爸认识多长时间呀？啊，你爸爸跟他明争暗斗了10几年，他这个人啊，目中无人，阴险得很。你说他女儿能好到哪儿去？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就要讲，还有你姐姐，你们的爸爸现在躺在医院里，他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公司付出了多少？你们给我争点气。妈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康琪也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，你知道错了就跟他分手，否则别认我这个妈。妈，哎，康琪啊，你就听咱妈的话吧。啊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千万别惹那些新闻媒体了，否则这个烂摊子真的很难收拾的。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烂摊子啊？华彩是你外公留下来的，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！你才当了几天执行董事啊？你腰杆就硬了。妈，子强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就把话说明了。当初康华不听我的，非要嫁给你，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康琪，你姐姐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哎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问你，你到底爱不爱一念？如果爱，就带他远走高飞，跟他和好如初；如果不爱，不爱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如果你不爱的话，你就心平气和的跟他谈分手，然后跪在地上，跟他磕100个响头，好赔罪，怎么样？哎，干嘛呢？发现你来找康琪的？对呀，我来伸张正义。去把沈康琪给我叫出来。把他叫出来之后，给你磕100个响头。你听到了？你想当超人吗？哎呀，我哪有想要当什么超人啊？但我感觉你比超人还超人啊！沈康琪！喂，你有没有
妈欺负一念？你别说了，人家好心好意跑去医院看你，被你妈打，哎，你居然不劝阻，你到底爱不爱他呀？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